你还好意思说是我的弟子？人家好好来，你为何要出手如此重？这么重的伤，也怪不得要在雪月城歇上几个月。这个不要脸的家伙，摆明就是想吃回头草。我怕师父你见了他，就真的跟他走了。跟他走了又怎样？啊呸！谁要跟他走？你跟他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你还是小孩子吗？没了师父就活不下去了？就是因为不是小孩子了，所以宋燕回可以给师父的，我也可以。这林叔叔胆子不小啊！是啊，他是说想和他师傅。你脑子被打坏了吗？我才没坏！一个这么漂亮的美人，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我没动心才有病吧？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徒弟怎么就不能和师父在一起了？你这小子胆子挺大。仙子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这样跟他说话，都被他打跑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徒弟怎么就不能和师父在一起了呢？你跟着起什么哄啊？你来干嘛？我来见你。见到了，走吧。仙子，之前的事情我很遗憾，我想对你说一句抱歉。希望……抱歉，我收下了。但遗憾就算了，反正世上那么多事，总会有遗憾的，就别在这里再找不愉快了。陆霞，之前说过几次不相见，却也总还能见上。